从集中营释放后抵达哈萨克斯坦，加尔肯拜伊瓦坦奥卢在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被长期拘留以后，通过哈萨克斯坦政府的干涉获得释放。但他回哈萨克斯坦的途中，在乌鲁木齐机场被中国警察拦住。据报道，他从霍尔果斯中哈边境进入哈萨克斯坦，并与家人和孩子团聚。他受到亲友和民间组织的欢迎。维吾尔学生回东突厥斯坦以后失踪，阿里喀姆江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，他于2015年来到土耳其留学，是喀赫拉满马拉省大学政治学与外交关系学生。中国警察威胁他的家人要他回来。他于2015年年底回去以后，他的同学和朋友一直没有得到关于他的消息。他的同学说，他的教师们一直试图获取他的信息，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。美国和塔利班达成共识，塔利班和美国举行会谈达成共识。阿富汗最高和平委员会表示，美国阿富汗事务特使哈利勒扎德和塔利班代表举行了第2轮会谈，双方就从阿富汗撤除外国军队问题上达成共识。保加利亚的抗议者关封锁边境，在反政府抗议活动中，保加利亚的边境口岸和一些高速公路暂时关闭。在欧盟最贫穷的国家保加利亚，因生活水平问题，人民在首都索菲亚和其他主要城市举行了反政府示威活动。通过社交媒体组织的示威者封锁了该国主要的高速公路。土耳其军队在阿夫林开始军事行动，土耳其武装部队宣布对阿夫林实施宵禁，针对该地区一群抢劫者和强盗发动了一项行动。据报道，在土耳其武装部队的支持下，自由叙利亚部队发起了针对犯罪组织的行动，该组织进行暴行、盗窃、勒索和暴徒行为。